不只是说噶玛噶举里面的人啊，就很多人就是别说见到他，好像到了他住所的附近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害怕啊，开始就是觉得啊最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我做什么坏事啊，或者怎么样因为他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具有神通之处所以呢就是这个又有威德又有神通，那肯定很多人就害怕，是不是？大家也可能听说过这个，很多人说他就像一个国王一样，是不是？国王一样，然后呢反正有非常有威严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很多人在他面前呢可能不会起很多的烦恼。那烦恼不是说你自己很厉害，然后把它降服了，不是这样，因为他的这个威德力呢，把你的烦恼都通通降服了，那一刻就降服了，没有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可能也许大家也听说过曾经有一个藏族人这个藏族人呢就是他以前是一个喇嘛，后来是还俗的，他是本来就是格鲁派的一个喇嘛，以前格鲁派的喇嘛，然后后来还俗，然后呢后来他就住在西京西京就是一个印度的一个省嘛，西京的这个首府他们的最主要的这个城市，在那边呢当老师教课，他的英文也好，他的什么梵文也好，他的什么尼泊尔什么印度语这也挺好的，所以呢他在那边担任一个老师的职位，然后教课。然后呢大家去过这个西京的人都知道从西京的首府呢就可以看到龙德寺可以看到龙德寺。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对法王是没有信心的他没有信心，而且有很多的可能就邪见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看到这16法王的照片的时候就不高兴，就生气。然后呢而且从这个西京的首府可以看到龙德寺嘛，不是？所以呢他就更每次看到龙德寺都会就会不高兴不高兴然后呢这么一个就特别不喜欢16法王更不要说是有信心那为什么他就变得这样一个人呢这个就很难说这个就有点复杂了，因为当时的一些政治环境和因素，他被人洗脑了，所以呢他就不喜欢法王连见到法王的照片都会生气反正就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比较复杂，大家都知道16法王都去过很多东南亚国家呀，很多亚洲国家，都没有去过台湾，为什么是吧这也是有一些政治因素在里面，不是说他不想去，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政治因素呢他就没有办法去，别人阻止他去台湾弘法然后呢这位这个藏族人呢他就这么不喜欢16法王，但是呢有一天呢就是一群外国人就来到了这个西京，然后呢刚好有人去找他，因为他懂英文嘛，所以呢请他他们想要见16法王，所以呢就你要当我们的翻译，然后呢他也不得不答应这个事情。所以呢接见的前一晚上呢，这位藏族人他就睡不着，为什么呢？他就觉得明天要见到16法，他就特别不喜欢，但是又不得不去，所以他就真的那晚上都睡不着
啊，气得不行了。哎，所以呢，就是第二天呢，然后他就带着那群这个外国人呢去见16日法王。当时呢，16日法王在隆德寺的这个隆德寺大殿上面就一个大厅啊，平时法王见客的一个大厅。正好那天他们去见法王的时候呢，法王不是很喜欢鸟嘛，啊，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平时没事情做的时候，就打理那些鸟笼啊，还有很多的鸟笼就摆在那儿啊。刚好他们去的时候，可能他正在打理那些鸟笼。所以呢，他们就是见到法王之后呢，献了卡达之后，那些外国人呢就坐在椅子上。一般藏族人呢，那当然就出于礼貌啊，就不敢坐在椅子上，是不是？但是呢，他就不喜欢16日法王，对他没有什么尊敬啊，所以本来想坐在椅子上，但是呢，真的到他面前的时候又不敢坐，所以呢，还是乖乖的坐在地上。然后呢，16日法王就赐茶给他们倒茶啊，就不是说他本人倒茶啊，有他的侍者倒茶。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聊天开始聊天，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这个聊天聊到一点之后呢，可能就大家有点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这个藏族人呢，一边喝茶一边在那边就难受啊，又气又不舒服。然后呢，一般的有信心的人的话，那肯定就很欢喜，那是不是？他就很难受。然后呢，他就脑子里面就不停的想很多事情，就胡思乱想的。他一直在想16日法王啊，哪里不好，哪里不好，是不是？比如说，作为一个上师，应该要讲法传法，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解脱众生的事情。但是呢，你看看在这里，他呢，就是这个16日法王呢，就什么做什么戴个黑帽，是吧？就是什么黑宝冠仪式，肯定就是骗人的，是不是？赚钱骗人。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黑宝冠仪式的话，在隆德寺的时候，16日法王在隆德寺的时候，这个黑宝冠的这个仪式呢，可能每天最多的时候有3、4个仪式。因为有些人他就可以自愿，就是说他想举办这个黑宝冠仪式，但是呢，想要办这个仪式的人太多，所以呢，不得不定一个什么金额啊，是吧？你供养多少才能办，不然的话就一点点就10块钱就办一个，那就可能是不是16日法王也太累了，是不是？所以就一个金额。那定这个金额之后，人家很多人觉得不喜欢16日法王的人就觉得这不就是用帽子赚钱，是不是？用帽子赚钱，所以呢，他就觉得这就是纯粹就是骗人。然后呢，他还想什么呢？他还想说，那作为一个上师，那平时的念点经打坐，是不是？但是呢，他却不念经，不打坐，然后呢，就花这么多时间在照顾那些小鸟，打理那些鸟屎，是不是？没意思。他就一边喝茶一边在胡思乱想。所以呢，他这个藏族人呢，一边喝茶一边就在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16日法王就对着他笑了一笑，就说：“你刚刚想的那些都对你想的那些都对非常好然后呢，你就不要光自己想你就把这些事情翻译给那些外国人听一听。你刚刚想的那些人，光不要自己想，把那些事情就给那些外国人听一听你想的都说的都对，想的都很好，所以你想的那些都翻译给他们听。然后呢，他这一下子就是这个吓坏了，是不是？吓坏了，又害怕又觉得丢脸
然后呢冒出一身的汗，然后一直哆嗦啊，然后呢手里的这个茶碗都掉在地上，茶都流了一地啊，他都没有发现啊。然后呢就是特别的害怕啊。但是呢自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一下子就升起对16日房升起了这个信心，然后呢他就马上等一下就马上回去这个西京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首府啊，之后呢他就把打理一下他的这些事情啊，打包整理啊，然后呢又回到16日房面前，然后呢一边哭一边忏悔。他就是说以前自己很愚痴啊，还有别人的这个怂恿之下呢，对你升起了很多的邪见，现在呢就真心忏悔而且今天有幸能够可以就是说有这个觉醒，自己就醒过来这样。所以从今往后呢，就无论您说什么我都会听，指哪打哪啊，就比如说说东就说东，去东说西就说西，是吧？所以呢你就完全听从你的旨意，所以你就不要放弃我，舍弃我什么什么的，是吧？然后16日房说好，其实你想的没什么不对呀，很好，很好。但是呢你这么说，那我就给你交代一个事情，那你真的能做到吗？他说是的，都准备好，马上就可以动身了所以他就说16日房就说你现在就去法国现在就去法国那边，竹间加速仁波切正需要一个翻译，所以呢你就去当他的翻译。所以呢这个人呢就马上就启程去了德里，办了签证，然后呢去了法国做了这个竹间加速仁波切的翻译。这是一个故事，是吧？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他不是噶举派的人，他就是一个格鲁派这么一个人，而且他本来就不喜欢16日房对他升起很多的邪见然后这是一个故事大家可能也没听说过，或者有的人听说过，是吧？然后还有很多16日房具有神通的一种故事，是不是？然后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不只是这个噶举派的很多的族骨，而且很多无论是萨迦宁玛很多大的仁波切或者族骨都是16日房认证，是不是？所以呢因为大家都相信他的这种判断的能力或者神通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大家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争议的这么一个上师，大家都对他很有信心很有信心。然后而且呢据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呢他的神通就更清楚，说的更多，然后甚至变成啥呢？他的经师都跟他说，你就不用说的这么清楚好不好？这样子是不是？不要说的这么清楚。一方面呢有两个考量吧，一方面呢他们就是对16日法王可能也有信心，但是也有点正常人吧，所以就觉得好像说的这么清楚，有一天不准怎么办？是不是？不准怎么办？所以还是就不要说这么清楚啦，请你不要说的这么清楚。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我们都说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里面也有这种说法，是不是？天机不可泄露泄露的话对你的寿命有损，是不是？有这种说法，说有点像这样。藏传里面也有这种你这个神通说多了，对你的这个寿命可能有些损坏。所以呢，这经师呢就请求他就不要说的这么清楚听说那时候讲的更清楚，就认证这些什么上师的转世的时候说的特别清楚后来可能就是
说的没有那么清楚了，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已经很清楚了，已经很清楚。所以这种故事也很多啊，所以呢，不光是我们觉得是那神通是从比较宗教的一种角度吧，宗教的一种角度，而且他是特别有远见的一位上师，我自己觉得也特别有远见的。那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当时1959年的时候，不是很多西藏，很多包括尊者啊在内的很多藏族的上师啊，藏族不是离开了西藏是吧？跑到印度去了。当时呢，可能16世法王是比较特殊的，为什么呢？他都已经准备好要去印度，然后呢，把很多珍贵的经书啊、珍贵的文物啊，都一起带到印度去了。还有呢，就是我们隆德寺建这个隆德寺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60年代吧，应该是60年代。那个时候呢，流亡的这些藏人区里面很少有自己的寺院，大家都觉得要回去了，是不是？大家都希望，当时我也不知道，大家都觉得我们很快就要回去了，是不是？很快就要回家了我们只是暂时待在印度，但是呢，可能他们觉得希望很快就可以回去，所以呢，没有人想要在这边就是住很长的时间，是不是？盖房子盖庙这个根本就没有这种打算。但是呢，16世法王呢，可能有远见，所以他就建了一个寺院隆德寺，可能是流亡藏区里面可能是第一所大寺院吧，应该可以这样说吧。也没有人真的去研究这个吧，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样说的。然后呢，因为建了这么一个寺院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我们四大法子还有不只是噶举派的很多的仁波切，还有其他传承的，包括宁玛派的、萨迦派的很多传承的仁波切都在那边可以受到一些教育培养出来，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一个，就是说一种做法吧，可以这样说。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也是第一批去西方弘法的上师，而且他很多第一批西藏在西方弘法的上师很多都是16世法王派去的。他也是反正70年代就应该是70年代吧，70年代就去了西方，比这个尊者去西方的时间更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种种可以显示出来他的这个高瞻远瞩，是不是他的一种这个远见他具有很大的远见跟智慧这也不是吹的，是不是？所以这可以看得到的，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与众不同的地方